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欢迎你再度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们这一集的单集，我是王俊杰。在台湾的那个剧场生态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环境啊。这之前我们跟大家聊过。剧场的生态，因为台湾的人口数就这么少，所以每一个剧场都要搏命去肉搏战的去推票，那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啊。但是每一个剧场的背后，其实他要花的时间跟心力是很长的哈。那甚至于我们现在还期待说，台湾某些剧可以做一定程度的比较中型或小型的定目剧，这个到底会不会成功，我不知道。好，我们今天在这一集的单集当中，我邀请我到我自己的好朋友，就是在金枝演社担任副导，然后这一次是他自己的这不是新戏，这之前演过了，等一下慢慢跟大家聊。对，欢迎的是施东林小东。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对，小东的新戏，不是新戏，半新，应该说剧本我们做了大翻修了。大翻修，对，大翻修，因为旧戏，因为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经典的改编，对。然后呢，这改编的过程中一定没有那么完全的顺利嘛。对，然后我们就这次又加了一些，我认为就是跟编剧讨论，加了一些我认为应该要再更丰富、层次更多的内容。对，先讲一下这部戏叫做这部戏叫做《再一步天堂》，然后这个是翻译的剧本。严格来说不是翻译，因为他要直接来介绍这一出的那个原著嘛。看你。好，他其实好啦，大概介绍，因为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能够接触到这个部分，就是他的原著其实是法国的一个哲学大师沙特。然后他是存在主义的大师。那如果以前有接触，大概接触哲学，大概都会听到他的名字。对。可是因为沙特在台湾其实不红的原因，是因为他以前是支持共产党的，他是同情共产党的人这样子，所以你就知道嘛，以前是在台湾这个完全没有人，以前是要灭共的嘛，现在也是不是现在是我们要灭，对，反共是没有变的这样。对，那所以以前是反共的，所以相对的卡缪就会在台湾相对比他有名。对，就是也是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这样。对，那他有一个剧本叫做《无路可出》。无路可出这个剧本在大学其实我们都很熟，因为他这个戏非常的简单，他就是3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这个房间很奇怪，就是它的摆设非常的怪异，然后它也不是生活的地方。然后后来我就直接破题，后来他们才发现这3个人，他们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是地狱。但是他突破了一个，那时候在这个戏，他说明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他突破了以往我们对于死亡跟地狱的想法。对，这3个人到了一个房间里面，他们已经死了，可是呢，这个地方不会有任何的惩罚，不会有酷刑，然后呢，你也出不去，因为你已经贵翁了，就在那，所以他们就 forever 这3个人要永远在那个地方。而这3个人呢，彼此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之中，发现他们其实是互相有一点点仇视的，对，彼此仇视，就好像我们在社会上，我们会特别不喜欢某一类的人，或者是我会觉得，我想要去讨好某一群人。靠腰啊！就这3个人，如果正好一个是黄国昌，一个是柯建铭，对，我一开始想，对，然后一个是傅昆萁，那就精彩。对，其实你这样举例，我觉得非常恰当。我觉得刚好是这个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台湾的这个时期，可以去做一个很好的也不是印证，而是说它是一个对应，像是个镜子一样。没错，所以这3个人在里面纠结，然后他其实带出了一个话题，叫做地狱是不是存在？其实我们不能确认，因为你死了才会知道。对。可是呢，如果地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样子的折磨，其实是跟你这个人的自身，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跟看待其他人，是很有关系，比较有关系。对，
所以它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是原著里面的、它叫做他人即地狱。他人哦，对，就是只要你以外的第二个人都叫做地狱。也就是人活着其实就已经地狱就开始了。但是他要讲的并不是说我们人很可怜，对，他要讲的重点是，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所以你才能够开始去做抉择，说我到底要怎么去面对这个地狱。所以是面对地狱。对，所以它是地狱吗？应该说到最后到头来，它是地狱吗？还是它是天堂吗？还是说它是一种你的人生的一种本来就应该存在的处境？当下即是解脱。对，所以我就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剧本，可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接触比较一些佛法的东西，我就发现这个其实是有一个串联在的。对，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你在当下可以做出抉择的话，你可能就可以跳脱这个地狱。所以大家现在是你抉择要不要继续在地狱里的时候。是的，所以人我觉得人永远都就我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现在这个时代啊，怎么会这样子乱七八糟？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每个时代都是一样的。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会觉得他们自己那个时代乱七八糟，好像是这样子。我跟你讲，那个30年前，就是我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坐计程车啊，因为我上夜班嘛，我每天下班就一定是坐计程车回家嘛。30年前我先讲一下，30年前计程车起跳好像是45块还是50块，其实已经很高了。其实很高了，对不对？对啊，我忘记实际了但现在是好像我已经我也很久没做了。是70块还是80块？好，然后但是我再讲一下那时候的鸡腿饭，你可以用，那时候价钱跟现在比较不一啊，因为现在比较统一。那时候你可以用60块买到一个鸡腿便当啊！对，你这样讲起来，我有印象了。你有印象吗？我有那种鸡腿饭50-60块的对不对？印象有。然后很大一个，对。然后如果你去买自助餐啊，你肚子就是你那一天可能不需要一个主食了嘛，比如什么排骨啊、鸡腿啊。我记得我自己我是40块就可以搞定。哇，40块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对不对？好，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听起来这个物价不会很高嘛，对不对？但那时候我搭车啊，或者也会常常听到有人讲说啊，司机就买啊，真的电梯就买，真的这个话题好像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没有停止过，对不对？对。而且30年前的我正好遇到的那个尾端30年前的台湾股票还在万点那个时候有万点，我们那时候我不关心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你不关心这件事嘛对。那时候有啊，然后嘛是我就是阳光电梯就买。游玩是嘛是同款的对啦。然后96年不是台海危机吗？对吧然后什么1995闰8月嘛，那就是我拄啊进入这个产业的前期嘛然后那个时候有人讲，这是一个很坏的时代是不是？然后我记得有一个人呢，他就说，那时候1995闰8月啊有一个人他就说。我房子便宜卖你，他是豪宅所以他那个时候有一种危机意识，他要去国外但基本上不够看后照，所以这样说起来好像真的是对，所以你刚刚讲说那个每一个时代的人可能都觉得自己是最坏的时代。对，前几天我在脆上面还有人说这是一个史诗型的时代嘞，此时史诗他的意思是好还是不好？他觉得就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啊。就好像我们好像在什么那个什么战国时代，现在比较像春秋时代，因为战国时代是打来打去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你刚刚讲的是对的，对。然后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很焦虑嘛，对，现在我们一样焦虑。
真的，然后可能现在正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时代，我们是成年人了嘛。对，而且就是我跟小东年纪差不多嘛哈，所以就是我跟小东我们那种中年人的时代，对，就是上有长辈，下有小朋友，对，然后正在很用力的时候。对，没有错。然后就是好像这个时候会觉得社会跟我们关系比较直接密切，很直接啊。对啊，比如我跟小东共同的看法就是现在是一个唇亡之秋的时代。对，没有我其实大概从10年前就这样觉得，一直觉得嘛，一直觉得，因为我自己这个反正你这个台聊一点政治也没有问题，我没有差哦，没差是不是？因为我每一次都在叫大家去罢免。对，因为我自己是眷村第3代，对，可是我又是混血，就是我妈妈那边是宜兰人，就是我从小活在眷村那个小范围里面，然后走出来。所以你有住过眷村？有，我一直到18岁之前都住在眷村里。所以眷村的那种文化我非常熟悉。你很熟，就对。然后所以我的转变其实是很大，也就是后来我读大学就念戏剧嘛，对，所以念戏剧你就要接触各种不同的人，对。然后从那个时候我的冲击就很大，而且你们戏剧系妖魔鬼怪要特别多。对，真的就是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我就发现怎么会有这么多跟我不一样、生活区域不一样的人。然后所有的那种所谓的台湾本土的那些文化跟生活方式，通通都撞进来。就是因为我要开始自己生活嘛。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庙这么多？为什么大家会一直去拜拜？然后呢，为什么夜市是长这样？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很其实听起来可能很荒唐，可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像就是乡巴佬，然后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有这么夸张哦？有，真的有。然后到了剧团之后，更理所当然的接触更多的所谓的台湾的历史，或者是更原初的东西，而不是学校教的那种东西。那对我来说就是如果真相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以前相信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是那种整个被大翻转啊。对啊，所以我现在超级本土的。而且就是我都会说，像小东他们这样子的人呢，一旦本土以后啊，会比我们更可怕。是，其实我当然不到最激进，但是其实我是有点激进的，因为我脸书上我发现可能很多朋友都取消追踪，因为我一天到晚贴。我身边2个人就是都很夸张啊，然后而且你们都会有你们有一种你们的招，一个是你，一个是马世芳。是马世芳。对，都有一种你们的招。对，而且我觉得你们那个招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对，因为我自己感受很深，就是说，就算好了，就算以前我们是喝国民党奶奶长大的，可是我就是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不能够纵容啊。我觉得太夸张了。然后以前的台湾，其实我大概是念戏剧，我想象力比较丰富。就是我想到以前我台湾人被这样子对待，我真的是觉得我是很难过的。我是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因为你可以更多想象到那种画面。对，就是只要你稍微想，或者说我觉得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就是说，不管你政治立场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你去好好想象一下，当初住在这里的台湾人，他们怎么样被伤害，怎么样被杀害，怎么样被欺负，你就很难忍受吧？如果你真的可以想象的话。但是这个是就是你这样说当然是对啦但是我跟你讲你真的会在吃面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捷运上或者在各个地方听到真的很多人会说那个都是以前的事，为什么你们还在纠结在那里？真的很多这种声音我相信，因为我的很多朋友也都这样子。但我觉得他们这样想，我觉得也不无可厚非。对，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点想象力。去我们讲同理吧。就是说不管你想要支持哪一边，但是对我来说，我说我的直觉感受就是，如果我的原来的生养我的人他是贼，他是盗匪，那我也不能认同他当然了，如果他做了坏，他真的做了坏事，而且没有偿还的话，或者是没有付出应有的代价的话，我还是不能够认同他。就算他是我的亲戚好了，他是我的家人，我都不行，我不能，我办不到。所以你说忘记，你可以忘记，可是那些直接受害的人，他们你要叫他们忘记吗？
对，没错，没错，没错。对啊，对啊。其实有时候不是要去纠结在那里，是你必须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理解，理解之后能够消化，然后你知道这个。我常常会觉得说，至少你要可以有那个心胸去容纳真正台湾原来的发展的状态是什么。虽然现在每一年这些事情都一直讨论了，但是在更多人的在大多人的心中会选择。那关我什么事，或者是我们有什么好聊的？我觉得说实在的啊，就像我这次这个戏，它其实是有点原来的原著了，它后来不是了。原著本来很哲学性讨论的。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很多东西它其实你要去了解的时候，其实它可能很辛苦，二它可能不一定能够得到完全正确的资讯。对，他一想起来就跳了，该逃的就跳啊，逃就跳啊，真的逃就跳。我必须直说，他真的你要去理解那件事情，真的头很痛。可是。我觉得就是选择，就像我觉得我做这个戏一样。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不如你的想象，那你其实不一定，你的第一件事情可能不是直接去否定这件事情，或者也不是躲起来，因为这个不会解决问题嘛。对，而是说你是不是能够试着去理解更多真相。比如说现在大家那个关税的事情，你也不可能躲起来啊，大家都不用躲了嘛，对，所以是不可能躲起来的。对啊，所以直面它，试着去理解，然后找到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这是，也许我也是想要透过这个戏去讲关于这个，就是人不管你处在这样如何的处境，然后你现在甚至你被迫面对你很讨厌的人事物，可是你是不是能够找到解方？对，我觉得人永远都对啊，就像刚刚讨论的嘛，就是你不管在什么时代，你觉得有真的那个叫做大家都觉得美好的时代吗？有吗？没有，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那个都是事后来看。对啊，那也都是，比如说我想歌功颂德，我就会觉得那个时候好棒哦。然后现在不是常常会有人讲说啊，以前那个时代很好，哎呀，好多梦。我是没有印象啦，我只是觉得以前生活真的比较穷啊，这是事实啊。人是这样的，人会骗自己，就是你回想起以前的时候啊，通常除非你受过很重的创伤，对，不然关于过去，对，你通常是美好的记忆比较多。对，我举个例哈。小东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小时候我们有一些歌，我们听了觉得很怂、很难听。对。然后20年后、30年后，你听到它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很不讨厌。没错，我跟你讲，我有一阵子超爱听陈雷的，你知道吗？我就是最近我说的是最近。那小时候我们听陈雷就怂怂啊，以前他怂怂啊，千万嘛怂怂。但是我跟你讲，我真的前一阵子听陈雷的时候，我听到哭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陈雷某些歌唱得非常之好，其实是，就是那个他唱的那个是有感情是有的呢，你知道吗？所以对，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如果我小时候看到我现在这个样态，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可是你这个例子你这个例子经典哈啊！我有一个例子是很离谱的，你记不记得以前孟庭苇？你记得他吗？我记得，你记得对不对？对。然后孟庭苇是不是有一首歌叫《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没错，你有印象对不对？有。好，我跟你讲，那我小时候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极讨厌啊！我觉得就是个怂歌啊，就是对，我理解那个怂，没有水准这样。我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学古典音乐啦哈。好，30年后我有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好兴奋哦！兴奋怎么说？而且我觉得怎么这歌变得这么好听？然后我就想很久，他歌一直都长那样吗？对，他没有变啊。是加上我回忆起那时候我在干嘛，我就觉得歌很好听啊。这个就又加上某种对就过往的记忆这样。没错。那我回来问一下，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你这部戏原本是3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对，但它的结构到改编了之后的结构其实是很类似的。所以你这里面也是3个人在一个空间里面，对，基本上还是3个人被困在一个房间里。但是我们的剧名叫做在一部天堂嘛，对，所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因为原著是地狱，对不对？对，那为什么会变成天堂？我觉得这个当初这个编剧他改编的时候，他是想说，他给我一句话，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也觉得蛮认同。他说大家都在讨论地狱，都那个地狱这个话题都已经烂掉了，那我可不可以反过来？我就说反过来，好啊，你写写看啊。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天堂的题材。我觉得
这个有趣哦，是原著，它跟原著的精神很像，可是我直接做了一个180度的反转。我不讲地狱，我讲天堂。所以其实但我可能不能介绍太多剧情，会太暴雷。但是其实天堂跟地狱它可能是同一件事情。它可能是一体的两面，或者是说它其实好讲的那种很俗烂的佛家的用法，叫做一念之间。对，所以它原著的那种哲学性讨论的精神还是存在，可是我当初改的时候，我就希望让它更生活性，所以现在包括里面的角色，包括他们讲的话语，其实都很台湾。对，因为我第一次我有在剧场，对，你有去，其实它很台湾，然后很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当下正在感受的环境的感觉。对，就是这些人，你可能也许不是你身边，也许你电视上你也会看过，网络上你可能也会看到，对的某一类的人。然后这3个人其实对我来说，他某种程度上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觉得3个人的这种困境，他其实可以扩大到团体、家庭。然后社会、国家，我觉得是很类似的。就是你在那个剧场里面看着这3个人在眼前在那边争来争去，吵来吵去，其实那个熟悉感很高，熟悉感很高。就是就是刚小东讲，你在网络上可能有看过，你在电视上可能看过，甚至于你在捷运上可能都看过。也许还甚至于你自己也是当中的那个样子之一。没有错，你说的对，对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念之间可能是天堂，可能是地狱，这个概念。然后这个一念之間可能是天堂，可能是地狱，就是我们也不避讳讲，我都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了，我都很希望每一个人都去填联署书，因为我真的就我们来说，一念之间就是天堂跟地狱之别，是没有错，真的，你很难想象，1年以后跟现在的台湾的环境还长得一样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不用当然你小东章说用一点想象力，对，真的有一点想象你就理解咯。真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教育真的不鼓励美感或者是艺术的养成啊。对，但我觉得想象力其实是真的是人的社会里面，它要迈向更美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对，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开始发挥你的想象力，你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期盼，跟试着去追求的时候，你的行动力可能就会比更强。而且所有的发明都是想象力开始的。对啊，有想要飞才会有飞。对。那我回来问一下，所以3个演员要在台上演一出戏，那无所遁形哎，那3个人从头到尾都要是定在那里。对，其实这是一个很就给到的一个剧本啊。就是它原著其实就给到，因为就是原著更夸张，因为原著的它的哲学性讨论更多，所以这3个人他必须也恭维就这贼肉等啊呢。他的表情还要很多哎，对啊，不然观众会麻痹啊。对啊，所以我后来的我觉得到了现代新时代的改编版，我还是会不免俗加入一些比较有高潮迭起啦。就是一些比较稍微洒狗血一些的剧情，不会像原著那么讲话这么的口白那么大量这样。你自己导这一部戏，你要怎么去处理演员在台上不会干掉的事情？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大问题。OK， 但是这出戏因为它是一直要一连贯下去的，就是说它并没有什么大分场。就是说他没有换景的时候。对，因为你想想看，3个人在房间里面，他们就是一直都在那个地方啊。对，所以如何从这样的一个直线性的东西里面去找到各种变化？所以其实我们花了很大，所以演员少，看起好像比较容易处理并没有。因为变成是说你在每一时每一刻的情绪的转折跟细节都要很锱铢必较，因为他们很像在演实境秀。对，你可以这么说，你可以这么说。所以你一步一步如何从他们3个人碰到面，然后开始引起一些话题，甚至到开始后面争论，到甚至后面非常激烈的发展到肢体冲突。对，然后要怎么收尾？所以这样整个那种怎么讲，人跟人之间，而且3个人很有趣哦，3个人就刚好是沉重嘛，所以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没事的。对，所以2个人在吵架，另外一个人在干嘛？然后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人他要去插嘴？所以如果在看这个戏的时候，你可以去怎么讲？可以去欣赏的部分，有一个部分是我怎么去铺排这3个人的心理的流程。
然后发展到最后，竟然是得到了一个可能大家想不到的一个结局。就是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子？这3位演员在第一次是在云门剧场演，对，然后就是这3个主角啦。应该说旁边其实还有其他人，但就是旁边的人是我多加的，可是他们比较是外围，不是房间内的人。对，他们就是会就是比较像是经过的部分比较像是我的设定是这个房间其实外面有人监视，有人在观看监视者，所以外面其实有一层2个人在看着他们。一直在监视着他们，对，监视，但是他们在做什么呢？这可能你就进来看，就会比较了解。台湾这个房间也有人监视着哦，是不是？所以，因为我在做戏的时候，我真的对我来说，我有2个比较关注的东西，就是一个是所谓的人性永恒不变的话题嘛，就是人的欲望也好，或者是人的执念，或者是爱等等。那另外一层叫做我会关心这个世界的状态，人跟这个世界的状态。所以其实我的戏常常都会有这一些层次的隐喻。对。为什么你当时你自己为什么会选这个题材？其实我当初大学的时候，因为以前大学的时候啊，公都不知啊，就想说啊，那我们要来排戏，那我们找人少一点的戏，这个戏就3个人啊，就很好排啊，又不是莎士比亚动不动就一堆人这样子，我们就演这个戏。可是以前真的看的都不懂，就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子，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这样子，为什么他要这么执着于这个念头，等等。可是你有些戏真的是你长到越大越成熟，社会历练越多，你就知道啊，我知道他就是这样所以对啊，有些戏这真的是，也就像比如说像我们演戏的也是，就是你一定要到一个年纪之后，你才能够看透一些剧本上面你以前不知道为何的东西，他就瞬间就懂了。对，所以以前那种厉害的剧作家不是没有原因，就是他们真的1-2句话就可以写到那个人的心坎里啊。所以在房间里面不断纠结、挣扎、争论的这3个人的语言张力就要非常的精彩。是，而且他们是有怎么讲？因为看戏的时候，那个张力其实是来自于内跟外的差异。对，所以我在处理的时候，这个人会有一种社交性，人在群众面前他会有一种表现的社交性，对，但私底下他真正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所以那个真正心里面在想的，他不断的透过他的外在的行动去试着去达到那件事情，这个时候冲突就会产生。对，因为你想要这样子，可是别人不一定要配合你啊。对。所以可能争论就会开始，讨论就会开始，对，然后我就会试图说服你。当我们互相无法说服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跟你屌。所以这个时候选择演员就很重要。是。你这3个演员你的选择，其实这3个演员都是我们熟悉很有默契的演员，但刚好我也觉得很适合他们。就是一个是我们的允中算是我们叫他当家小生啦，就一个精致的资深小生，对，颜值担当这样子。然后，但是他这次是演一个中年被裁员的一个职员。那允中会选允中我们应该讲一下说，因为3个人在里面，他必须3个人的个性都有差异要很大吧？是。我们讲一下允中的性格特性好了。允中，你选他。允中其实他的本人他是一种，他以前都常常讲说啊，我活到40岁就好了，现在已经超过了。对，就是他就是一个对于事情，好像很多事情他不太会要求，但是他对于一些原则性的事情会突然就压起来这样子。比较悲观吗？对，他其实很悲观，对嘛？他蛮悲观的。他是我的酒友啊，对，他其实有一种他是一种悲观的人生观，对，可是他又很爱剧场，他很爱剧场，对，所以演这个角色其实对他来说有一个反差，因为他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他对于事业是非常有冲劲，但是后来他失败了，对，这时候的允中就非得要创造他的想象力。是的，因为跟他的性格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而且这需要大量的对白的时候就会很有意思。而且很妙的是因为这个戏里面3个人他是有一直不断的冲突的嘛。但是呢，以前我们常常在剧团的时候，然后就常常会导演讲说：“
我们金枝演员就是怎么都好，就是一个不好，就是拢不要做歹人，还拢想好啊，拢不要玩给，所以其实这个关于吵架可能是比较难度稍微高一点点这样子。这是允中，对，然后另外一位，另外是我们的也是算很资深的华轩哦，华轩对，华轩也是非常的在金枝，对啊，华轩也就是一个在剧场很久的嘛，然后就是默默做事情的一个，也不会太要求什么事情的人，然后他这次要演一个有一点尖酸刻薄的网红。网红哦，这是对，因为之前这个角色有改了，对，这次会变成一个网红这样，所以就是大家你会比较有 feel 啊，就是容易接地气，你比较有对，就是网红现在因为大家现在都在看 YouTube 嘛，或者是短影片嘛，这样子，对，所以你常常会看到那些在荧幕上面就是在表现自己啊，或者是在说着一些议题的人，但这样的人，我觉得他这样的这个世代。这个年轻世代，这个是很代表性的，也就是说，也许每一个年轻人多多少少都是一种网红，是对，所以他们就拿着手机拍自己啊，然后讲在那个手机前面讲事情啊，跳舞啊，都想要去展现自己嘛。其实大家如果你自己每天在脸书上面写东西啊，你纵然只有200个人关注你，跟你按赞，你也某种程度是小网红啊。对，所以现在这个是全民网红的时代。对，那。这样的世代的人，他跟那种所谓的以前我们那种老一派的那种，这种工作型的、事业型的这样的人，以前是多做少说话嘛，好的，给别人讲嘛，对，系啊，讲小东就这戏做好看的，给别人讲嘛，对，今晚袂使，今晚一定要家己讲，今晚让他对，今晚让他家己播嘛，对，所以我还蛮不习惯的，我们都还在练习，真的，因为我们不是网络原住民啊，我们是网络新住民真的，对，所以华轩演这个角色，对，就是一个尖酸刻薄，但是就是也是漂漂亮亮的一个网红，所以跟他的性格也很不同，他算是认真做事情的，对，就是点点但是牡羊座有时候会小生气这样子，有啊，他有压起来过，我有看过，真的哈，有，对啊，最早我跟那个什么再回啦，对，新收来了，对，我们在剧场的时候，他有突然间压起来一下。对，已经进大剧场了，就是进到对。但是华轩有个有趣的事我每次因为去年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他都在我旁，他的休息的地方都在我附近就是我们在那个金枝的排练场的时候，他的休息的就在我旁边。对，他有一个特性，他还没有轮到他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一直在那边嘴巴碎碎念，他在念他的台词，对，他在蕊他的感觉，对，然后就弄个瑜伽垫自己坐在旁边嘛，那就开始一直蕊他的感觉。其实我觉得金枝演员有一个蛮特别，我觉得在台湾也比较少见。我觉得在金枝的演员呢，我们尤其是云中啦，我啦，华轩，我们都待很久了，对，就超过10年以上了。然后我觉得我们很像某种公务员。公务员就是当然也不是说工作像公务员，而是说那个上下班，然后就是在这个剧团里面做事情的那个状态很像公务员。但我不是说这样不好，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在台湾的剧团比较少见的状态。因为台湾其他的剧团的很多演员每天都要去兼很多工作，没有错。在台湾你要纯靠演这个戏过活的话，你可能一个月。不是，应该说你同时间可能要接2-3档以上的戏，或者要兼很多工作，对，不一定，或者去打工。有人比如说没有在演戏的时候，他在咖啡厅，对，然后有人在当陪玩姐姐，对，有。然后现在很流行去演那个沉浸式剧场的 NPC， 对，还有人在大卖场里面，对，有，就是特卖会那种，对，像我跟华轩跟云中，我们就没有这样子过，因为我们很早期就在金枝，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什么薪水，还很少。但是可能我觉得都是机缘，因为可能我们3个都比较务实欲望比较低。所以如果可以待，我们就是继续待了。就不演戏的时候，你们要做行政。没有，那时候我还是学生。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是边读书，然后边来演戏。然后演了一阵子之后，已经有一些默契了。然后那个导演就说：“你要不要当全职的？”这样。我想说因为在那个时候当全职的是一个蛮新鲜的，很新鲜，对。可是全职要干嘛？
全职其实在金枝全职演员不用做行政哦，真的哦。但是我们有各自的任务比如说像我就是偏向我要跟编导组比较有密切，比如说我有时候要跟导演讨论事情然后在排练的时候，我可能要导演在排，我可能同时也要去排别人我懂，等于当那个助教，对，当那个分组的教练，对，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要去想一些课程去训练新人对，所以然后像华轩就是管服装对，然后允中就是会有一些那种怎么讲杂物，不管是戏里面的或者是剧团的日常的一些东西，他会去负责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有各司其职，可是我们没有做，我们没有兼行政，这个很特别这个生态其实是在台湾真的很少见，对。那我们刚刚讲华轩，然后另外还有一位纯慧纯慧以前曾经是全职演员但是他后来因为身体的关系，有一些身体上面的自己的问题这样子所以他就休息了一阵子但因为这个原班人马有他所以我就想说还是他好了然后他是演一个霸气女总裁对，就企业家对这个大家也很熟悉，这个也很俗烂的，就是言情小说里面都有嘛。对，电视剧里面有。对。然后你在路上也会遇到。对，就是其实，但是我想要去表达的是，其实这样的人在台湾其实他也是占了很重要的一块。比如说台湾中小企业很多嘛。很多。对，所以就陶给陶给牛这种很多。那这样的人，我们姑且说他是比较占有钱有势，这么讲好了。甚至他们跟政治界可能关系也很好，对，然后他们拥有一些话语权等等，对，那这样的人在台湾，他们跟别人的相互关系又是什么？所以有时候这样的人，我觉得在台湾对这样的人，其实有一种矛盾情节，就是说，一方面很羡慕，然后有时候会称颂，哇，对，要是可以跟他一样成功就好了。可是你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我们从那种，例如环保。对，例如一些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东西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时候这些人他们是压榨者没错，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就说台湾都请就给薪呢，对，就是你用很廉价的劳力去请人，这样子对，其实对啊，所以台湾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互动环境，对，那这样的人。如果他今天我们把他摆出来跟其他的怎么讲被压迫的人放在同一个房间，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一体会有多个面向。对，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对我来说，我并不是想要去直接批判任何人。我想要说的正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立场，都有他认为自己的正义，或者是他认为该做的事情跟什么不该做。对，可是。我们有想过，如果我们用别人的立场放在一个天平上去称的时候，到底我们要怎么去抉择？没错，对，所以其实这个戏他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贼的一个方式，就是他硬把这三个平常不会凑在一起的人放在一起，所以他会撞出什么东西，而且让他们三个人非得在那里相处。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这个理论上它其实是不容易发生的，因为我们人都会逃走嘛，对，就是如果我看到我不喜欢的人，或者是我觉得根本不对盘的人，我就会走人啊，对，不可能还跟他僵在那，不可能还跟你们讨论什么事情，怎么可能？但是如果真的我们把这样不同的人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讨论一件事情，我们真的可以达到共识吗？所以共识这两个字也是我在这个戏里面要去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在这一整年，已经超过一整年的时间，你真的觉得很常常每天都很闷嘛，你看你只要打开，甚至于你可能懒得打开电视，懒得打开网络，但是你忍不住都还是会知道。然后你就是会很闷，你就是会很闷，共识永远没有共识，你就很闷，对不对？对啊。那这时候你进剧场来感受一下小东这部戏，就会很是希望就是说，当然这样讲起来是不是？那我已经很闷了，难道我在戏里面还要再继续闷下去？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戏剧它其实是一种浓缩跟编排铺排过后的一种怎么讲想法的分享。所以我把我整理过的啦，对，就是所以
你看起来它好像是一种某种生活性的语言在对应，但是其实它是一个被浓缩铺排过的一种，我们姑且说它是一种讨论跟延伸啊。对对对，所以我的感觉是我想要邀请大家来去从你现在的自身的这个社会的国家的状况，去重新看待，就是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这3个人，他们好像是你，可能是你，可能不是你，但他们在争论着一些事情。那你从一种第三者角度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找到那个可能性？我先跟大家讲我的结论，因为他第一次在云门的时候我有去，其实应该严格来说这部戏不闷呐，并不闷。好，它会有一些冲突啊，或者是一些让你去发现的东西。然后你是个第三者坐在台下看戏的人，然后你还会有一种看热闹的心态啊。对，有时候其实是有啦，有时候是这样，有啦，因为那3个人一直在这样那样嘛，没有共识或吵来吵去嘛，各自有立场嘛，有我想到我奶奶以前眷村的，她好像就喜欢看连续剧，然后她很好笑，她喜欢看那个9点半档什么花系列，花系列，她常常都看一看，我也会一起看，哎，你看就是有这种人，比如说讲婆媳问题的时候就是有这种人，我想说，你跟我妈也没好到哪里去，就是会这样啊。所以你在台下，你某种程度有时候会觉得很像在看别人热闹啦。我是觉得有真的，但是其实你真的你看完之后，你想一想，你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啊。这不是可能，是根本就是。对，其实根本就是。其实根本就是。对。所以其实我想要更贴近现在的台湾的社会的状态，跟我们台湾的文化的人所会表达出来的样子。我希望你看到的就是你可能曾经看过这个人，或者你知道这样的人是什么样存在在这个社会里面。对。但是你有没有去想过他的立场是什么？对。你的立场跟他的立场又有什么不同？对。我们这个戏演出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在5月的16到18那一个周末，礼拜5、6日。5、6日6是2场吗？对，6是2场。日也是吗？还是日是礼拜5是晚场首演，然后礼拜6是下午晚上，然后礼拜天是下午，就是5、6、6日。对。然后地点是在台大的游心剧场。游心剧场在台大里面所以其实你坐到那个公馆站，就是那个，然后出口在罗斯福路那个出口。你下来之后，其实你出来走路其实没多久就到，你稍微查一下，如果你没去过台大的话，Google 一下就有了。对，Google 一下就，它其实很好找。然后呢，你也可以因为上次我有刚好去附近去，有一次我去勘察那个场地，然后呢也有去那边看展览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台大那边蛮好玩的。很有趣啊，台那边很热闹。然后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对面的市场，也很有趣啊。对，那个水源市场嘛。对，水源市场很好吃，很好吃，很好逛。对，所以你可以安排一个一日游，就是那里你可以经历 local 的，然后你也可以一转身变得文青。对，然后你逛，有没有漫步在那个椰林大道？对，然后一转身跟人家讲我冇读台大，对，我在台大读册，对，看我的小说的。那5、6、6日售票系统是哪一个？OpenTix 就是如果有在看表演买票的话，然后或者是说我也会贴给大家。对，或者是说如果你是看不是这样子买票的人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我们剧团订票也是没有问题。对，我把资讯留给大家，就是大家你可以看一下金枝的。连结我也可以贴给大家，顺便来加一下我们的粉丝页啦。对，加我们粉丝有个好处是说你会看到一些演出讯息，然后呢，刚好我们有一个计划叫做金枝走演美丽台湾正在进行式。对，然后呢，他今年即将要画下句点啊，对，他已经要走完了，台湾要走完了，所以他的最后一场会在泸州。所以台北的朋友你若是有看到，是我们还有乌来场，还有对，还有泰山场。所以台北的朋友还有机会看到这个戏，因为我这个戏以后要再演就没有那么频繁了。对，所以你可以来看，而且这是重点是免钱耶。你说金枝走演金枝走演这出戏叫做《可爱冤仇人》，这个也是《可爱冤仇人》，你刚有看过？
很久以前了，很久嘛吼。嘿，嘿，啊，你有机会嘛是过来看一下。会使啊，会使啊。带恁进出来看。对。嘿，就是这个戏很有趣，也是算是金枝早期的某种风格的代表性。它就是有一点像那个我们都叫它 opera 戏那种感觉。对，就它就是里面，它其实里面有国台语夹杂，然后呢，国台语的也要有唱歌跳舞，就是比较综艺啦。嘿，有一点点综艺，然后又有一点点以前那种歌厅秀，有没有？就诸葛亮，然后张飞那个时代的。没有，我觉得比较像卖药团，真的啦。对，其实都有，就是综合性的。对，就是它就是一种跑江湖的一种综合性的一种做法，只是因为金枝他们是专业演员嘛，吼，就把它精致化。对。所以你有可能觉得很像，这个有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啦，吼，就是我那个以前的夜市里面有卖药厂。对。然后它又有点像歌厅秀，又有一点点像，就是演短剧、话剧这样，对，很难形容。所以其实大概如果30岁以上的看，你会看到很多你熟悉的影子。它很像综合性大锅炒。对。对，所以有机会的顺便宣传一下，就是有机会加入我们的粉丝页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金枝走演的活动，然后来看免费的演出，这是免费的哦，对，这是免费的哦。然后去到现场，你会觉得，因为野台很好玩，跟剧场不一样。剧场他们小东他们在剧场里面可以做很多灯光啊、巴拉巴拉的变化，但野台就要很靠实战。对，其实像我们这样子演的剧团真的也不多，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啊，看我们的这个金枝走这个可爱冤仇人的外台的演出，会当讲物件，会当招来招去，会当你坐一坐屁股不舒服还可以站起来走来走去，对，然后你还可以去旁边的那个摊子买东西吃，就像庙口啊，这种观看的方式，然后呢，我的这个在一部天堂，它是在一个正规剧场里面，有灯光啊、音响的各种比较精致化的处理。如果你2出都看到，可以，真的很不同就是我觉得是很好的养分的比较啦。对，而且而且其实，在台湾虽然剧场不好做，可是现在其实很奇怪这几年剧场非常蓬勃，表演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来感受一下，如果你刚好也没有看过戏的话，更可以来感受一下台湾的剧场其实是很蓬勃的。或者你其实常常都是买票进剧场里面看戏，你也可以除了这一次来看那个小东这一部戏以外，你也可以走出户外去看看这种野台型的现代戏对，对，刚刚你讲那个对了，30岁以上的你回来看，你会有很多片段像你自己的回忆，真的，而且你的以前那些，比如说那个歌声、那个讲话的那个口白的方式，就是你以前电视上会听到，或广播里面会听到的。对。最近一场是什么时候？最近应该，反正我们因为我们到了6月底，就会整个结束，就泸州最后一场。不是泸州哦，不是泸州，最后一场会在两厅院广场哦。两厅院广场大场哦，所以真的可以来关注一下。两厅院广场旁边也有摊贩吗？到时阵我还不知道细节，对，但是总之就是我们会在那个广场某一处，当然不是整个啦，对，就某一处，然后预计我们会容纳1000-2000的观众。不然如果是在两厅院广场吃一个小酒，得觉得很爽。没问题啊，没问题，你可以去便利商店买物件，你米有买单啊。对吼。对啊，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会在两厅院所以这是一个盛大的一个结束这样子。对。然后我们也会可能预计会邀请一些我们以前演过的一些朋友回来玩。对。这个戏不要看这个戏，这个戏也差不多快要20年哦。所以很多老中青的演员都对，而且已经有很多培养出来的演员都是名人了呢。对啊，像我们以前那个过世的吴鹏凤，他就是其中一个主要角色之一。对，是原创是他发明。然后那个现在在影视界很活跃的黄彩怡。对。然后有一些陈雪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电影或看，有陈雪贞。陈雪贞也是也是胭脂的，对。好，都演过这出戏，对，所以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戏
这个经过那么多年的，它一直不断的在成长变化。相关的细节你可以上金枝颜色的粉专，是来关注一下啦。对，我贴给大家。然后呢，重点是施东林小东的戏，时间再说一次。再一部天堂，我们在5月的16到18号，这个周末在台大的游心剧场。游心剧场，对，希望大家然后售票系统我也贴给大家哈，OpenTix 对，或者你直接看金枝的讯息也可以。是好，然后呢，希望大家我们进剧场看戏的那个时候，我们台湾大罢免让我们很满意，都成功，对，演出成功，罢免成功，对，没错。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你可以上我的粉专，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节目都会留下一则贴文在上面，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心情，你也可以给我一些建议，然后那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金枝颜色。那另外如果你愿意的话，帮我在你的收听平台帮我评分5颗星，耳朵带我去旅行。我们今天很开心访问到小东，谢谢大家，拜拜，演出顺利，耶